長實主席李嘉誠話：全球經濟最壞嘅情況已經過去，但依然要有長時間先至能夠復甦。又勸市民唔好借錢買股票。李嘉誠喺長和系業績記者會上面話：全球金融海嘯之下，香港都唔能夠獨善其身，要長時間先至可以復甦。最壞嘅時間係可能係過咗，但係呢唔會話即刻呢好似 V 型咁樣再即刻上去，嘣嘣聲恢復翻，唔會嘅，比較長啲嘅啊。或者你會唔會建議政府咧有冇啲咩政策可以即係？我睇政府都 try hard 㗎啦，已經。股市重上2萬點樓上，但李嘉誠再次勸市民千祈唔好借錢買股票，自己都會好小心。我唔敢講我一定唔買嘅喎嚇，先講明啊！但係太高呢，我會好小心。我唔會同人家講幾多點係啱，幾多點係唔啱。我只係話呢，如果個股市去得太高嘅時候呢，你千祈唔好做孖展，唔好去借錢嚟買股票，呢個危險性太大。有記者問到長實將軍澳新樓盤日出康城，居民被堆填區臭味困擾，李嘉誠就話唔同意。呢個地盤我啱啱去咗幾個鐘頭，我好少去嘅。我見到個堆填區嗰邊啊，個綠色真係靚，你去睇下，心曠神怡。長實副主席李澤钜就話：樓市暫時見唔到炒風，相信樓市會平穩發展。被問到下一任行政長官人選，李嘉誠話最重要係值得港人信任同埋可以勝任。李嘉誠話：近日有傳言指去佢屋企作客嘅幾位朋友可能係未來特首人選，咁其中包括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。李嘉誠話：朋友來往好正常，唔會話因為佢嚟坐啊傾下偈，咁我就話啊我同佢有咩特關係冇嘅，即係我。最緊要個大原則可以信任同埋可以勝任，關係我哋全個香港人嘅福祉。你唔好問我話你支持邊個，我唔會講。另外，近日出現多宗勞資糾紛，包括和黃旗下嘅屈臣氏蒸餾水跟車工人罷工。李嘉誠話：公司需要和諧理智嘅環境。屈臣氏嗰個點解決喎？公司並冇付出咩嘢金錢啊，或者其他嘅福利啊，咩冇？大家明白，大家嗰個制度改少少，適合兩方面。依家幾好啊！呢個我好滿意㗎。佢話唔希望再有勞資糾紛。無線電視記者鄭思婷報導。